抗老方向已經改變。你可能覺得抗老就係搽下保養品、做下醫美，努力維持外表年輕。但如果我話俾你知，喺過去10年入面，我哋對抗老嘅認知其實正經歷緊一場顛覆性嘅革命。呢個已經唔再只係表面功夫，而係一場深入到細胞同基因層次嘅戰爭。未來10年，邊個能夠掌握呢股新趨勢，邊個就有機會真正延緩歲月留下嘅痕跡。長期以嚟，我哋一直將抗老視為一場同皺紋同皮膚鬆弛對抗嘅戰役，而我哋嘅武器就係一樽樽精華液同各種美容療程。呢啲方法無可否認可以帶嚟短暫嘅視覺效果，但其實就好似係修補一棟地基唔穩嘅屋，只係治標，唔係治本。因為老化從來都唔只係發生喺你塊面上，而係你身體內部一整套複雜系統失衡所造成嘅結果。呢個挑戰嘅核心在於，我哋必須從根本上重新定義老化。佢唔係一種單一嘅疾病，而係一連串互相連結嘅生理過程逐漸失調。想象一下，你嘅身體就好似一部精密運作緊嘅機器，隨住時間推移，零件會慢慢磨損，系統亦會不斷累積故障。而家嘅醫學同生物科技正喺度做嘅，已經唔再只係更換外殼，而係深入探究核心晶片，重新校準操作系統。呢個過程包括對細胞線粒體功能、基因表達、慢性發炎、荷爾蒙平衡，甚至腸道微生物群落嘅全面理解同介入。呢場變革嘅關鍵就係由外在管理走向系統調控。呢個意味住我哋將唔再被動咁應對老化現象，而係主動去介入老化背後嘅驅動因素。舉個例，過去我哋會用肉毒桿菌去撫平表情紋，但去到未來，我哋可能會透過針對性嘅基因療法或者細胞種編程技術，令細胞本身保持年輕同活力，從而減慢佢嘅老化速度。再例如，針對腸道菌群嘅精準調控，已經被證實可以影響全身嘅代謝同免疫功能，而呢啲全部都同老化息息相關嘅內在系統有關。呢一切都指向一個事實：真正嘅抗老其實係一項高度精準、個人化嘅醫學工程。呢個代表住喺未來10年，抗老將唔再只係美容產業嘅專利，而會成為生命科學、生物科技同預防醫學嘅核心。我哋將會見到更多基於數據、個人化基因檢測同分子生物學嘅抗老策略。佢要求我哋要好似科學家咁思考，又好似工程師咁去調教自己嘅身體。呢個已經唔再只係簡單嘅睇落年輕，而係感覺年輕、活得更耐，而且充滿活力。你準備好迎接呢場由內而外嘅變革未？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更多關於點樣從系統層面調控身體嘅抗老策略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